咱各位中华各位的今天的是咱中华民国91年10月20日，咱农历9月15，也是咱老母娘的圣典。今日邀请咱大家来咱这个所在咱所讲，尤其今日来这个贵宾以及咱的长官咱的主体人员同志，而且讲互咱这个所在有幸前分之下，尤其今日有咱陈总统的妈妈陈老夫人陈丽玲。有咱立法院院长王院长，以及真济位立法委员主公之内，再搁有咱香港吴老先生，以及咱县长、台南县县长、苏县长，由咱一贯社总会理事长。由咱这个科技朱理事长，加上咱毛委员，以及咱恢复台南县恢复议长，以及咱多多王老先生，以及咱中市医护疫苗的这个感染人，尤其今日。你当然大家来给咱几个尤其咱做年有咱世界发展总会这个理事长张老先生代表还有感染人，有咱世界发展总会理事长发言总结咱叶文书代表，有咱发展总会。副理事长，世界发展总会副理事长何老先生代表，有咱多方面的李经理代表，有咱前进中华接手先生老派接手先生代表，有咱台湾办事处咱主任代表，新的府城工作基金会陈先生代表，有咱委员的江等苗老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咱陈先生代表，有咱新的经理陈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张先生代表，以及咱诸位先人各位叶文书、各位贵宾、各位中华各位先人，今日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日子，所以首先感谢上天赐予生活的自由，以及各位中华贵宾。接着了一千年来的活习，
让我们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弘扬义和圣人落成的这个理念，这是一个令人喜悦而感动的好日子。除了见证圣人的庄严美好，更希望彼得大家将我的理念保持，让我们情非不孝，互他依照的感恩与感谢。盼望诸位大家将我灵上理念保持达成。今天的活动经过顺利圆满。首先，感谢指导单位，有咱中华民国一贯的组会，以及台湾新闻会，以及台湾县政府及协办单位完成乡工作，让你宣扬圣道义，以及府城中心单位，义和圣人教子爱心会加协助。要支持府委员会支持委员，全体有志的前学员尽心尽力的效力，将社会文宣布改变甲东方经济建立，并付出全力配合，大家拢建设一个规矩。内容每一节言，以贵宾而言，宾主不归。如果要当下一个不时心后关来的用心，前必的节言这种美国后来的二丁的恢复的些，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由菲律宾、泰国、甲香港、越南、印地诸多国际，拢是远洋转来，会使讲这是非常的这个感谢，因为大家支持甲肯定，互咱每一个工作人员特别最佳的鼓励甲鼓励，并感谢社会的支持。让大家多年平安，而且欢喜满。对我们而言，今天是一个很意义的好日子。在我们的心中，不仅圣人落成的喜悦，更充满着对民族核心付出与奉献的感怀。依照文化的感动，以及甲上天体验的温存。这是一切的心况，天恩世界，让我们天天修心怀的体验，建立见证平安的恩情。相信今仔日会相长之前，能让大家对天恩集团生活实践，对真理抗拒更加坚定。几十年来，咱台湾因为经济恢复发展，以得名需要对其的这个生活与贡献，以利个人社会结束的这个温暖甲失去，社会在化水引迷的这个分裂中，虽然失去了金钱与国家，将这个幸福以有限以前。今年社会大家多年经济环境和平美好的经济，不得付出互相的关怀，在培育欢愉的环境中，支持保有自然纯真与良善，并且能够发挥幸福国家的精神，护法之间，让恩爱的经验。以一个公平的平台，为了使人民影响出健康的方向，高知心得到的成果。
道德普传于世间的时阵，互我相信未来每年拢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住的世界就是变化百，变化。在此呢。